好，拄则咱听到就是总统蔡英文上新的讲法。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德，明仔载准备要去上海参加双城论坛。香港即马反多元条例抗议行动遮尔热，昨暗讲去到立法会，也有中国大陆的媒体曝光，中国政府方面肯定郭文德有情有义，会伫双城论坛加予伊一寡好康的。针对这件代志，郭文德安怎回应？咱做伙来听看卖。能够有交流、有认识。总是对现场的掌握度会提高。所以意思说双方应该会见面，见面几率大概是多少？那你看，就是这样的见面的。其实我跟你讲哦，现在这种网络时代，你知道哦，见谁，到底谁才是重要的人，我看都很难讲啊。所以我所以这样的哦，放松心情哦，抱着一种反正对等尊严的原则把握住嘛，剩下就轻轻松松。该怎么做就见招拆招。有网络报道说啊，就是北京方面认为你有情有义，所以希望能够助攻你。你觉得有机会吗？所以我看了一下那个我在做风传媒嘛，蔡慧珍写的上报蔡慧珍，我看到蔡慧珍3个字我就知道了。知道什么？知道。还有没有别的问题？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哎呦，你是新人吗？那你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啊。我觉得啊，这种，反正我都太了解了。因为他说民进党政府有很多毁科灭韩的计划。那所以呢？你觉得有吗？你觉得有吗？深呼吸，放轻松，继续往前走啊！好。韩国瑜昨天说非执政县市啊，姥姥不疼，舅舅不爱。那你自己有感受到这样子的事？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是又不是民进党政府在这样，以前国民党政府也是这样啊，所以有时候有个笑话，你知道我第一次什么时候发现我不是绿营的吗？前瞻计划没有分到钱的时候。好，市长，那违反市长你看反送中，市长违法安装那个冷气系统、冷气设施啦。那是远雄发言人那个杨顺清说，他们只是把冰水主机从地下室拿上来放而已，你相信吗？这很简单嘛，像这种东西啊，专业问题专业解决。这个下午我跟那个建管处长他们去看嘛，就是常见问题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每一个人都怎样嘛，但很简单嘛，我态度上我们不会包庇任何人嘛，有人检举，那我们就去看就处理了，这样就好了。不会的，我叫建管处处长早上就会去看的，会去处理。市长，那反送中啊，有人说是港版的太阳花。这个我昨天讲过了哦。其实这样的台湾还是整个华人世界算是社会进步在最前端的地方，所以很多发生在台湾的事件日后会在华人世界其他地方会 repeat 的。其实我们看看香港现在局面很像2013、2014的台湾，非常像，就是说那个民怨没有解除了，所以他就一次又一次的抗争。这也是。所以有时候说台湾在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我们不是100分我们还是过程当中还是跌跌撞撞其实到现在我不觉得说我们台湾的民主政治是100分的，但是相对来讲是它的社会成本还是比较低的。我记得我比较年轻的时候看韩国的那种民主运动，那个学生是丢汽油弹的，光州事件杀多少人。所以台湾还是在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有陈文成事件有林义雄灭门惨案但是。相对来讲，社会的成本还是低得很多，所以重点来了。所以台湾在政治上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可以给中国大陆很好的参考。我想这是大陆在观察台湾的时候要去思考。但我们不是100分但是还是有很多成功的故事可以作为借鉴。好，来。市长说刘捷一的话，谁会？刘捷一的话会讲这段话吗？